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嬷嬷免礼。娘娘可要节哀，娘娘比之前在家里清瘦了许多，下巴都尖了。娘娘在宫里想念亲人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所以自然是清瘦了许多。哦，是不是在宫里饭菜不合娘娘口味？娘娘小时候最喜欢吃奴婢做的羊乳蒸糕了，奴婢刚刚为娘娘做了些。嬷嬷有心，只是本宫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哎呦，这个不行，老爷现在不在了，娘娘更要保重身子。娘娘小时候不开心不肯吃饭，但凡闻到老奴做的羊乳蒸糕，就会胃口大开。娘娘，来，您闻闻。先拿开吧，先拿开吧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您之前最喜欢的味道，怎么现在一闻就想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娘娘是不是现在也想？来，知道了吗？好，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娘娘，您好生养养身子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可算把他打发走。一欢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你怀了楼种，而且这舒大人死的蹊跷，后宫嫔妃又争宠争得厉害，所以这事儿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撒这种谎你还不害臊啊你？那怎么办呀？你看他在那一直唠唠叨叨的，我要不说这些，他能